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6月17日，雖然本月推盤量顯著回落，但新盤市場小休過後，昨日有2個新盤同時命名，恒地紅磡 Midtown South 6期影匯及新地元朗千裕將於短期內展開推售，前者提供263伙，後者共566伙。2個項目將於短期內上載樓書。本月新盤銷售回落，但超級豪宅市場保持活躍。長實中半山波老道超級豪宅應天，繼日前售出頂層複式連天台特色戶後，過去2日接連售出2個單位。昨日售出15樓9、10室單位後，今日再售出1期7樓6、7號單位，成交價合共2.75億，車價分別達60304及62263。項目於過去4日共售出5伙單位，套現逾9.5億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由世紀21香港 C21HK 提供。